上一條片我已經介紹咗啦 Ready AI 咧點樣幾分鐘可以幫大家生成一個網站，仲可以美化啦、修改啦，同埋正式上線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睇翻上次條影片嘅。咁但係其實好多老闆咧網站上線之後啦，就會遇到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如果個網站我淨係放啲公司資料介紹，其實咧佢同一張電子卡片又有咩分別呢？嗱，一個真正幫到做生意嘅網站咧，應該係可以識得回答客人嘅問題啦，幫你收集一啲查詢啦、安排預約啦，甚至可以幫你整理好客戶嘅資料嘅。咁應該點樣做好呢？大家好，我係 Annie， 歡迎嚟到我想用 AI 賺錢。如果你都對呢啲 AI 工具嘅更新，又或者係最新嘅 AI 資訊咧係有興趣嘅話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頻道啦，記得撳埋個鐘仔咧，下次就唔會 miss 咗我出片啦。仲可以免費加入我嘅 AI 群組，我會不定期更新咧，為大家提供一啲 AI 嘅獨家資源嘅。呢啲聽落咧好似好技術性嘅設定啦，係咪我又要裝好多種工具呢？原來 Ready AI 竟然已經一站式集齊所有我頭先講嘅功能噶啦。嗱，所以今集咧我會繼續用 Ready AI 示範咧點樣為大家加入 AI 客服啦、預約管理啦、查詢嘅表格同埋通知啦，令到網站咧唔單止係睇得，仲可以幫你做生意噶。嗱，如果你都想知點做咧，你就記得要睇到最後咯。嗱，起源個網站咧就唔係一個完結嚟嘅，係一個開始，一個做生意嘅開始。而一個網站咧，原來對於客戶服務係好重要嘅。今次我就會用一個服務型嘅生意咧去做一個例子噶，就好似我上次示範過嘅一啲 AI 自動化顧問嘅公司啦，又或者係平常嘅商業顧問啦、美容中心啦、健身教練啦、課程導師啦，其實都面對緊同一堆嘅問題噶。就係客人入到嚟網站之後，佢可能會問你有咩服務啊，點樣計嘅啲價錢，我啱唔啱用噶，最快咧可以幾時約見面啊，等等啦。好多呢啲 CS 係會用 WhatsApp 去做噶。但係如果你係 one man band 咧，或者本身公司咧冇人做客服嘅話咧，每一條問題都要自己去親身覆嘅話咧，尤其是係夜晚啊、放假嘅日子啦，又或者你開緊會嘅時候咧，都幾容易漏咗啦，又或者係夠及時噶。研究指出咧，回覆速度係決定客戶轉化率嘅關鍵嚟嘅。潛在客戶喺發出查詢嘅時候咧，係處於最高意向嘅狀態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即時可以解決到佢嘅疑問咧，佢轉化嘅機會將會大幅提升噶。咁但係如果超過24小時咧先至回覆嘅話咧，超過70%嘅潛在訂單就可能已經流失咗噶啦。所以網站下一步咧就係要由被動展示變成一個可以幫你接待客人嘅前線系統啊，令你可以增加提升生意嘅機會啊嘛。Ready 其中一個功能咧就叫 Ready Agent， 佢可以理解成咧你成個網站入邊嘅一個 AI 客服啊。嗱，留意翻啦，佢唔係用嚟幫你改網站嘅版面嘅，而係放喺網站嘅前台一個 chat box 去幫你自動回覆客戶嘅問題，引導佢哋去做預約啦，收集客戶嘅資料。嗱，首先你可以喺你呢個 project chat 入邊咧輸入 add Ready Agent to my project 啦，或者喺 connect 呢度咧去增加翻嘅，跟住咧我會設定佢嘅角色，例如咧你係我想用 AI 賺錢顧問公司嘅網站 AI 客服啦，你要回覆客人關於 AI 自動化服務嘅問題，引導佢去預約30分鐘嘅初步診斷啦，同埋收集翻客人嘅資料啦，同埋想改善嘅流程嘅，同埋咧我亦都會加翻啲限制嘅，例如唔好承諾一啲固定嘅 ROI， 唔好誇大效果。如果問到報價，就要先了解公司嘅規模同埋需求，呢點好重要嘅，因為咧 AI 客服咧唔係開完就算噶，我哋咧要設好一啲範圍啦，如果唔係咧佢答錯一句咧，啲客人咧誤會咗咧就好麻煩噶啦。咁你而家見到我用個客嘅身份，我就扮一間美容公司嘅老細啦，咁去問啦。咁 AI 客服咧會先了解咗同點解你會問翻我啲問題嘅，然後咧再去引導我去預約啦，而唔係亂咁係咁 hard sell 嘅。好多網站咧雖然做得好靚啦，但係最後個位咧就係啲 call to action， 啲客咧睇完之後咧都唔知下一步可以做咩，最後咪走咗咯。嗱，所以我會喺網站裏面咧加一個好清晰嘅預約流程，例如咧我會喺唔同嘅位置加入一啲 CTA 嘅 button， 寫明係預約30分鐘嘅 AI 流程診斷，即係話咧我係希望客人睇完我個網站之後咧就去預約呢個 appointment， 客人可以揀時間留低公司資料，講低佢想改善嘅問題。對老闆嚟講咧呢啲位咧比較實際啲，因為個網站咧唔係淨係介紹你啊嘛，而係去幫你將啲有興趣嘅人咧變成一個已經可以留低咗佢哋嘅個人資料啦，又或者係已經約到時間嘅一個 lead 啦。如果你係美容中心嘅話，就可以攞嚟做療程諮詢預約啦；如果你係補習社，就可以做一啲試堂嘅預約啦。咁如果你係顧問公司，就可以做好似我咁啦，做一啲初步診斷嘅預約。嗱，咁每一個行業咧都係同一個邏輯嘅，就係唔好淨係叫人哋咧聯絡我們啊，係呢啲真係唔知聯絡你做乜啊嘛。咁而係咧要明確咁話俾佢聽，下一步佢聯絡你係做緊啲乜嘢嘅。咁而另外一個咧，我覺得要做嘅咧就係一個查詢嘅表格，因為有陣時啲人可能未必即時想去同你預約噶嘛，佢淨係想問一啲問題。WhatsApp 係可以嘅，但係我都提過如果用 WhatsApp 係會好混亂啦，同埋好容易漏 lead 啦。好多老闆咧亦都係低估咗咧呢啲 form 嘅重要性啊，因為咧我自己親身試過啦。WhatsApp 雖然係好方便，但係
係咧所有查詢咧就已經係不停咁散落喺唔同嘅對話入邊咧，你係好難管理噶。而通常咧我自己經驗話俾我聽咧，成交到嘅客咧比較大比率咧係嚟自於 form 啦，而唔係 WhatsApp 噶。個 conversion rate 咧係會高啲嘅。咁我會建議咧服務型嘅生意咧就至少要收集翻個客嘅名啦、公司係咩啦、電郵啦、電話啦、行業啦、最想改善嘅一啲流程啦，係咪已經有網站啊？希望點樣回覆啦 ？Ready 咧亦都有一個 form 嘅資料管理嘅。咁提交完嘅內容咧係可以 keep 翻喺度啦，亦都可以接收 email 嘅 notification 啊。對於啲小團隊或者啱啱初起嘅公司，咁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唔好漏咗啲 lead 啊嘛。咁你未必即刻有一個好完整嘅 CRM，亦都唔值得去一下子就去買呢啲工具啦。咁但係你起碼至少有一個位俾你去總結晒所有呢啲客戶嘅資料啦，邊個問過你啊，問過啲咩啊，下一步要點 follow up 啦。咁我哋可以見到佢係連同 Ready Agent 傾過嘅所有 check 嘅內容咧，佢都會留翻喺度嘅。咁呢個真係非常之方便同埋整齊噶。嗱，不過咧我都想特別提醒一下大家啦 ，AI 客服咧就唔係萬能噶，尤其是中小企咧，如果牽涉到收費啦、預約啦、療程啦、法律啦、財務啦、醫療啦，又或者任何嘅專業意見咧，你都一定要清楚咧 set up 好咧，話俾個機械人聽有啲咩可以答，有啲咩要交俾真人答嘅。嗱，我會建議你喺 AI 嘅 prompt 入邊咧寫得清清楚楚，千祈唔好承諾結果，唔好講未確定價錢，唔好代替真人做任何專業嘅判斷。嗱，如果客人咧問到一啲關鍵嘅問題咧，就請佢留低資料啦，由我哋真人嘅同事去跟進翻嘅。咁另外咧，營業時間啊、預約時段啊、FAQ 啦、網站內容啦，呢啲咧全部地方咧都要一致嘅。如果你網站咧即係寫星期一至五辦公，但係 AI 係講禮拜六可以預約，你都幾麻煩嘅。好啦，咁最後講翻一個長期嘅營運啦。如果你只係想咧好快咁開始你嘅生意啦，咁 Ready 咧係可以幫你用一啲比較低門檻去做咗網站啦、表格啦、預約啦，同埋一啲 AI 客服嘅。但係如果將來你嘅業務做大咧，想有一個更複雜嘅會員系統啊、CRM 啊、自動化或者係自己嘅後台咧，你亦都可以咧將後台嘅資料咧、成個網站嘅資料嘅曲啦、匯出啦，交俾 programmer 去處理。我自己個人咧就會將 Ready 咧定位為一個好適合係做一個 startup 啦、測試啦或者係快速上線嘅一個工具。尤其是中小企咁，你唔需要一開始就做一個好大型嘅系統噶嘛，反而可以係一個簡單但係完整嘅成個網站嘅流程啦，去測試下有冇客人查詢啊，有冇人預約啦，再決定下一步嘅投資。咁最後喺 AI 嘅年代咧，除咗用 AI 整網站之外咧，真正重要嘅咧就係個網站有冇幫你接到查詢、接到預約、整理資料，幫唔幫到你做生意啦。尤其是如果你係一個一人公司、中小企老闆，我會建議你唔好淨係諗我要一個網站咁簡單，你要進一步諗，我可唔可以用網站幫我減少一啲重複嘅回覆啦，減少漏咗嘅 follow up 啦，增加預約。嗱，如果大家都想試下 Ready AI 咧，我已經將 Ready 嘅官方連結啦、折扣碼啦、AI Agent 嘅使用資料同埋更加多嘅提示詞咧，放喺 info box 同埋置頂留言嗰度嘅。所有計劃咧都可以用 ready.co 呢個 domain 嘅，而如果你係買年費計劃咧，仲免費送一個自定嘅 domain 俾你嘅。另外年費計劃咧仲有個好處噶，就係佢啲 credit 咧係可以一次過俾晒你，等你可以自己自由咁樣分配點樣用嘅。而一年嘅年費咧係有40% off， 2年有50% off， 3年咧仲有60% off 噶。一年計劃仲可以同埋我個20% off 嘅優惠碼合併加埋一齊用噶，抵上加抵啊！我呢個20%優惠碼無論月費年費都用得，但係只限100次嘅使用，一個 account 可以用超過1次噶，所以建議咧大家 save 低之後咧有需要可以繼續用噶。如果你都未睇上一條咧幾分鐘生成網站同上線嘅實測片咧，就記得睇翻先喎。兩條片一齊睇晒咧會更加完整噶。最後再次提醒啦，如果你係一個想開始自己做生意嘅人咧，或者一個中小企嘅老闆咧，記得 save 低呢條片，分享俾同樣有呢個需要嘅朋友啦。話唔定將來咧佢哋開始自己做生意嘅時候咧都會有用噶。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見啦，拜拜。